那什么是双插头啊？如果你们家杨大伟既喜欢女人又喜欢男人，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更可恶的是，他自己明明就是一个双，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告诉我。你说我容易吗？我既要提防着女人，还得要提防着男人。我彻底对婚姻绝望了。我也绝望了，结婚还不如不结呢。宁可风，你跟人瞎起什么哄啊？杨大伟跟你两小无猜的，你有什么可绝望的？杨大伟变了，他现在除了工作就是应酬，我在他眼里就是个透明人，不管我怎么挑逗他，他都不看我。这他妈男人，一个个怎么那么变态？我们还没怎么样呢，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？实话跟你们说吧，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差一点就跟王老师好。就在我们要好的那一天，他突然就消失了。消失是指联系不上吗？不只是联系不上，是到现在都联系不上。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了，我再也不相信婚姻了。我怎么觉得我们三个命这么苦啊？咱们不能这样了，咱们应该彻底颠覆人生，重新活一活。要不咱们制定一个计划吧？什么计划？我想要一个孩子，孩子才能够一直陪我到老。我要找一个男人，结亲生子。我找一个情人，不，我找好多好多情人，气死杨大伟。你呢？我，你必须找